自從2008年取消葡萄酒稅項以嚟啦，香港已經成為區內葡萄酒貿易同集散樞紐。2013年起，更超越倫敦、紐約等傳統洋酒貿易重鎮，令香港一躍成為亞洲葡萄酒貿易及分銷中心。所以今次降低烈酒稅，相信係能夠進一步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頂尖嘅酒類貿易及分銷中心，以創造龐大經濟效益，亦能惠及旅遊、餐飲、展覽等多個行業，用美酒增添香港美食天堂嘅盛名。我相信日後舉行美酒佳肴展、巡禮及各類大型晚宴等活動嘅吸引力肯定係更加大，有利進一步推動城市經濟發展。另外，亦可開拓本港成為優質烈酒倉存同拍賣中心嘅商機，能夠幫助工廈物業市道。而家我哋睇到香港啲工廈嗰個市道係非常之低迷嘅，空置率非常之高。咁我亦都知道有酒商已經摩拳擦掌就喺香港揾地方物色做呢啲倉庫嘅，所以我覺得係大大有經濟效益嘅。我哋亦都可以藉此推廣優質國際烈酒、國產烈酒，真正實現並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